帮助我们的神啊！神是帮助我们的神。跟他问候一下，我们要一起开心的来赞美我们伟大的神，好不好？把你的双手拿出来，我们要来拍掌，我们要来拍掌，我们要唱得胜的诗歌来赞美他。唯有他是帮助我们得胜的神。哈利路亚！
着他的爱，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充满盼望。我们同时带着感恩来赞美他。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主你何等爱我非有。主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的心情，主啊，也许我们在困境里面，也许在高山，也许在低谷，但是主你是那位带给我们盼望的神，主你是带给我们重新得力的神。主啊，让你的众儿女来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来寻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来亲近你，渴望。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平静我们的心。主，我们要渴望，主，我们要更多的来渴望。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万军耶和华。
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天下没有其他的名能够与你来配得，能够与你来称颂。主我们要赞美你，主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能够在这里，主我们服侍你，主我们来聆听神你那宝贵的话语。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在今天差派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揭开你那神奥秘的启示的话语在我们里头。主求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来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软弱的肢体，主，我们只是一个人，但是神，我们恳求神，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赐下你的聪明智慧、谋略、能力、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在我们当中。主，使我们真知道你。主，透过今天宝贵仆人的话语，浇灌我们的心，主，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而变化。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大鹏湾教会主日，欢迎邱静怡牧师和陪读班小孩前来请安、讲道及献诗，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第二点，本会提供教会电子周报，欢迎在赖上加入好友，搜寻 ID 或扫描 QR code 即可加入。第三点，本主日下午3点半召开11月份定期长执会，敬请全体长执出席，机构首长及同工列席参加。第四点，本会定于11月24号星期日为2019年感恩节主日，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捐血活动，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教会副堂前面，请捐血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捐血，捐血者可获得一份精美礼物。第五点，本会定于11月24日下午的5点，于敬拜中心举行圣诞点灯礼拜，会后预备简餐，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请于11月10号星期日前在2楼柜台报名。当天有预备福音车从教会接送松年长辈到敬拜中心，需搭车者请向办公室登记。第六点，小会公告：本会教会圣歌队2020年到2021年年度干部选举结果如下：队长黄鼎年弟兄，副队长徐素云姐妹。肢体消息第一点，母子教会相助会定于11月23号礼拜六举办会员大会暨雾峰林家花园与侯探井天空之桥一日游，报名自11月3日止，费用会员每人400元，非会员每人1450元，请向各委员报名。第二点，本会戴志群牧师请假6天前往马来西亚，时间为11月6号到11号，敬请代祷。第三，教界消息，请戴牧师。我们教界消息，我们高雄中会在11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半到5点半要举办我们第2次的财务研习会，地点在我们中会的事务所。那我们请我们教会各个基金及教会的财务人员、各单位的财务人员，请我们务必要参加，因为在许多的细节上要更多的来沟通跟让各财务人员能够更多的明白，也让我们在财务上能够有更好的管理。请在本主日之前呢向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另外我们的手语教会呢也在今天有一个牧者的救人的活动，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为了我们手语教会为他们的服事，为了他们的教会，我们也献上祷告。以上的报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神是配的，我们赞美的，我们再次给我们的神一次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好，容我来介绍我们今天参加我们聚会的新朋友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张雅玲姐妹。张雅玲姐妹跟她的儿子，请问在哪边？请你，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再来是张青美姐妹，张青美姐妹，请问你在哪里？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这是我们幸福小组的 best， 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参加聚会。再来是林怡晨姐妹，
林医生姐妹啊，你在哪里？我们欢迎你啊！那在别的地方聚会，那因为要带我们在小朋友到我们教会的幼儿园啊，所以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那再来，我们旧城教会我们也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也请你起立，让我们可以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聚会，欢迎你。好，请坐。再来是我们的红人传道跟我们的莹莹师母请问你在哪里？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我们红人是我们教会出身的传道牧者，现在在新竹牧会。那因为家里面现在有事情，所以他请假回来我们这边，那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感谢赞美。再来是我们的讲员邱静怡牧师，还有我们的大鹏湾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我们请你起立好不好？那我们可以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欢迎。好，那我后面还有几位新的朋友，好不好？我们也请你挥个手，让我们能够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欢迎。那还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介绍到的吗？好不好？也请你挥个手，让我们可以欢迎你。好，那我们请我们这些新朋友，好不好？我们再一次请你起立，我们要唱欢迎歌来欢迎你，请我们雅玲姐妹、青梅姐妹、医生姐妹，还有我们大鹏湾的，我们都起立。有位爸爸，他在生完三个小孩子之后，他就对他的老婆说：“妈妈，你为什么生完3个小孩子之后，你都对小孩子这么好，每天给他们呵护，问他们要不要吃饭？那为什么你都对我不好？”妈妈还没回答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就说：“因为我们3个是妈妈亲生的，你不是。”跟你隔壁的说，我们是上帝手所造的，我们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要充满恩典，上帝的爱要在我们当中，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彼此请安的歌曲，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请安，彼此的祝福，我们可以彼此互相来拥抱。
但是我要更爱你，我要更爱你，因为爱是我们相聚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手配合我们颂赞的神，哈利路亚，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感谢神，这个时候我们来恭读神的话。马太福音6章24到34节。马太福音6章24到34节。我来念，你们来听。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也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1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赞美，我们请教会圣歌队。
请邱牧师，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坚持必蒙福。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高兴今天是我们能够与我们大鹏湾教会一同在肢体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关心带导，特别为着他们要建堂能够在邱牧师以及他们的陪读班的小朋友一起来到这边，能够与我们一同来敬拜，在神的爱里面，愿神真实能够充足我们每一个人，也充足赐予在大鹏湾教会。今天早晨邱牧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信息。邱牧师跟他的先生呢黄明牧师两位都是牧师在一个淳朴的小镇的一个教会一个小的教会要有2个传道人，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但是也看到这对夫妇他们愿意在神的教会里面，为了这一个乡镇，为了他们所看见的那个神的所爱的灵魂，他们愿意委身在这个乡镇的教会的当中。看见孩子，也看见孩子的盼望，一起的努力愿神在今天真的是能够透过邱牧师用他呢所分享上帝的话语，再次来感动我们每个人在他分享信息之前，我要先请我们在你的周报当中，请你先把你的那个这个大鹏湾教会的奉献袋先预备好，因为等一下你会边听边放所以因为那个感动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是我在参加第1场的时候，我发觉的。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等一下要奉献的时候你会来不及所以请你先把它找出来，等一下要用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方便。我们就拍手来欢迎邱牧师。亲爱的佑昌教会陈牧师、戴牧师、潘牧师，还有你的牧师娘，还有各位弟兄姐妹、长子同工，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你们看到我们大鹏湾教会建堂的欠缺，愿意让我来到你们当中请安分享，祝福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万事亨通，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在我还没有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来感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一切，创造我们。主，让我们可以用你所创造的肺腑心肠来赞美你。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献上你宝贵的生命，流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提醒我们每一天当做的事情，常常在我们的周围环绕。愿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荣耀你，愿我们可以常常在你的里面高举你，愿我们所做一切可以让人看到你全能创造的主是如此的完美无瑕，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来荣耀你。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常常问学生青少年一个问题：坚持是容易的事还是困难的事？困难，对不对？其实大部分的学生青少年也是这样子回答我：坚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概在20-30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阿甘正传》，当时的男主角叫做汤姆汉克。那时候看到这出电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傻子？其实他所诠释的角色就是一个智能不足的傻子。但是阿甘常常挂在嘴边说：“我的妈妈跟我说，他有一句名言说，人的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将拿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但是每一个人的五官都不一样，就算是一对双胞胎也是不一样。上帝创造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不一样。就像阿甘所说的，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将拿到什么。今天有许多人的生命，他们生命中缺少的，就是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在他们生命中建立那个对的优先顺序。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行为举止都是靠着反应，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去做反应。我们会针对我们当时自己的处境，
尽量给予我们最好的回应，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些采取积极主动的基督徒，会在他们所知道必然会发生的试炼来到之前，就开始预备好他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学习建立那个对还有适当的优先顺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到有一些人平常就是不愿意花时间亲近上帝，直到上帝强迫他们的生命走到了一个死角，他们最后才能体会到唯一的盼望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主，祷告祈求主。但是更惨的是，有一些人已经走到了绝路，一样不回头。我们是不是看到有一些人将上帝来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这个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恩典不再是简单可以得着的时候，就在那里哀哭流泪。每一次的天灾，我们都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反扑，无论是2009年的8·8水灾，2011年的日本发生3·11东日本大地震。其实我们每次的天灾人祸，我们都看到许多人失去生命，平日习以为常的生活，突然间不改变，甚至损失非常多的财物。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失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他。当这些事发生时，我们会反省，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生命中优先顺序的时候，我们碰触到的刚好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价值观，也就是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这些世界上，其实我们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甚至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的答案也不一样。如果这样，我们要如何知道正确的价值观，可以拥抱准确的人生优先顺序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生命中优先顺序的来源。事实上，我们价值的优先顺序可以分成3大类：一，从这个世界来；第二，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第三，从上帝的话语圣经而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他启示我们非常多重要的人生优先顺序。这一切都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的价值观。我们每一个人若拥有这样的价值观，将使我们不止今世，包括来世，我们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祝福。在马太福音第5章至第7章，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人生优先顺序，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传达给我们知道的呢？一，人的生命比任何物质都重要，阿们吗？阿们。我们人往往看重许多的物质，从食衣住行娱乐的享受，到我们可能拥有钻石、名画、各样的投资的东西。对许多人而言，这些非常的重要。但是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主耶稣在表达一种优先顺序，生命比一切的物质都更加重要。从耶稣的角度来说，生命以及关于生命的发展，比物质以及发展出拥有更富足的物质生活都来得更重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为了自己或是别人生命的投资、生命的益处与提升，而稍微放弃对物质生活提升所需的时间投资？我们是不是会珍惜孩子生命成长的阶段，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在情感上滋润他们，教练他们的品格，引导他们走在人生正道上，成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缺席的父母亲，还是一昧的忙于供应他们物质生活所需，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么忙都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主耶稣说，人的生命比任何物质或知识更加重要，是我们要看重且投资的。其次，主耶稣说，为上帝而做比为金钱来做更加重要。我们的人生总会有许多的事情，但做每件事情背后的动机都是我们需要的。很多人认为我需要生活的支持，
因此我需要生活费，所以我需要去工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叫做蛮天经地义的生活态度。但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他教导我们去做任何事，不是因为生活需要，不要因为需要经费而做，我们要因为是上帝要我们做来做。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中国有一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似乎讲得理直气壮，非常有道理。但是因为那是人不认识上帝的缘故，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人必须一切靠自己，而靠自己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去赚、去拥有、去得到更多的金钱。到最后，这个人很可能会成为金钱的奴隶，金钱成为他的主人。其实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可以依靠。因为认识上帝、信任上帝，我们可以活出一种不必单单为了钱靠钱，而是靠上帝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生单单为主来做，不是为了金钱所需而做，这样子的人生是充满喜乐、轻松的，充满盼望的。或许有人会说，牧师哪有可能这么轻松过日子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能信靠上帝，在上帝就没有难成的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国度比我们的需要更加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基本的需求，是必须要得到满足的，这样子才能够维持我们在地面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吃，我们一定要穿，要喝水，要有住的地方。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因为忙着这些基本生活的需要，以及因这些所产生的忧虑，已经占满了他们的人生。虽然他们已经照顾好了这些最基本的需要，但往往同时也失去了寻求人存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上帝为人预备的是极其荣耀的产业，以及天上永恒的冠冕，不是只有地面上的食衣住行而已。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天国的优先顺序，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看起来跟我们人存在的价值有点违背了。我怎么可能先求他的国度与公义，我的一切生活所需就能被满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注意，这里并没有说我们只求上帝的国，这里说的是我们先求上帝的国。这里谈到的优先顺序，就是当我们先考虑到上帝的国度与需要，先考虑到上帝的公义与公平的满足，那么虽然所行出的事情可能无法立即得到应有的回馈与报偿，甚至反而在一时之间我们会失去许多的利益，但我们若愿意这样子做，那就是先求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主耶稣说，上帝要把一切生活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清楚知道的原则是，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比聆听上帝的话语更加重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这里所说的话，特别是我挑战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通常知道很多关于主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愿意行出来、做出来的并不多。我们知道饶恕很重要，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曾经苦待，或是曾经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会放在心里面。我们知道要行在光中，做人要正直诚实，但是我们却常因怕别人不高兴，或担心某一些事的事迹败露，我们活在谎言当中。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圣经说我们要1/10奉献，但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到的是电话费比11奉献还重要，
我们不愿意给上帝。我们知道要以上帝的旨意为优先，是主耶稣的教导，但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欲望为优先。如何活出上帝的话语？除了我们愿意去行之外，去做之外，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要委身在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定期参与礼拜聚会、小组、各种不同的聚会，这可以帮助我们与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互相激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不只是聆听上帝话语的人，更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最后，我们必须每天反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优先顺序？对你来说，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提到心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每天早上的灵修、读经以外，在每天晚上我们应该要播30分钟，坐下来反省一下。保罗是一个拥有天国优先顺序的人，他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的意思是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优先顺序就是服侍主，这样当他死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他忠心摆上的奖赏。保罗他非常专注认真活出他的优先顺序，也不断的教导人，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吩咐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要这样子做：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注意这里说，当我们行出自己所认知的真理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蒙福，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一起蒙福。信仰的道路跌跌撞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甚至很多人在寻找为什么的过程当中，也曾经迷失过。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从来都不改变。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从我幼稚园开始，我常常一个人在玩，我一直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其实到了国中1年级，那时候是我很痛苦哈。其实从小1开始，我每天都在哭哈。为什么会哭？其实我不是忧郁症患者，我确定哈。那时候会哭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家庭不幸福不美满。我从我小学2年级，我的爸爸跟我说，我靠一大路哈，有公车站牌，你自己搭公车去学校上学。那时候我想我要去哪里做，我学校在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要对我这么的严格？因为他是严父哈。我有3个姐姐，我有3个姐姐，1个妹妹，2个弟弟。请问我妈妈生了几个孩子？我刚刚说，因为有一些教会说6个哈，我说6个我就不见了，因为我常常小时候就说我上山下山我在中间爬得好辛苦。小学的时候就常常这样子，站在公车站牌，我常常唱一首歌，我就会掉眼泪。从2年级自己搭公车，3年级也搭公车，所以我在小学就有胃病，因为要赶公车。所以唱着我的家庭真可爱，我就在那里哭，一边哭到公车来了，等了半个小时，公车来了，上车了，赶快擦眼泪。那时候我认为被生出来如果是那么痛苦，那我为什么要活着？那时候也不认识耶稣啊，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这么爱我的上帝，不知道。到了国中，我常常经过一间教会，那间教会的门都关起来。因为1、2、3、4、5、6上学嘛，礼拜天他才开，所以1、2、3、4、5、6他都关起来。所以，当我一直很想进去教会，因为我说什么庙、什么经过的土地公我都拜了，但是没有一个神可以给我答案。我甚至连我死去的阿嬷我也拜他，
求他给我答案。到最后他没有给我答案，我就对我们家的狗说：“我跟你说，我心里难过，你会回应我，以后我不跟神说了。”我就跟我们家的狗说话。所以当那只狗生病要被我爸爸送走的时候，我待在兽医院3个小时不回家，因为那是我最宝贝的。那只狗它会听我讲话，没有人可以理解我的忧伤，我的难过。等到了国中1年级，我还在问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到了国中2年级，我还在问。当然那时候我家里出了很大的状况，遇到了经济风暴，所以我爸爸的公司倒闭了。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困难，人为什么要活着？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跟另外一个同学跟他说：“暑假快到了，我们去教会好不好？”我听到教会2个字，叮，请问是哪一间教会？就是我很想进去的那间关门的教会，一直关着门的教会。我就问他，请问是哪一间教会？他说就是在那个路口啊，怎样怎样的教会。我说我可以去吗？可是我没有钱，我那时候连100块都很困难，连吃饭都很困难。他说你可以来教会，我就去教会了。他邀请的同学没有去教会，结果是我这个经过的听到了，我说我要去教会。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当然，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坚持行出来。当我们愿意行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会被主称赞，我们是好又敬重的仆人。这时候跟你们分享我们教会陪读班的故事。我们教会陪读班是在2009年，就是88水灾那年开始陪读班，从没有人、没有钱，上帝要我们做这个施工。一间小型教会，2个牧师，弟兄姐妹20个人。那时候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我只能说，我用痛苦跟痛哭来形容。没有钱、没有人的教会，怎么可以承受这么大的使命？但是在困难当中，我们每一步路都经验到，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神是供应我们的主。可以放这个影片，谢谢。在一个档案夹里面，2011年，阿公先来拜托，因为那时候我们也进行了大概2个月，他每次来我都跟他说，不行，等明年。阿公就1次、2次一直来拜托，最后第3次，突然间有个声音告诉我，如果你跟我祷告，你希望我听你的祷告，还是不要理你？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要答应阿公的请求。当我跟阿公说完，隔1个月，阿公开始生病，1个月后，阿公就过世了。我觉得我好狠，真的，怎么可以拒绝一个老人家那么多次啊？咱搁唔紧来行转去，阿妈唔知煮饭。系阿妈。我祷告请毛毛虫。你到为什么要请毛毛虫？我一个人尔，顾2个孙。阮先生也肠炎，阮后生也肠炎，新妇带越南迄都转伫越南，祖囝2个都拢家炎，一个伫外国，一个伫遮做工课。阿公跟阿嬷其实他们一生，我想是很辛苦啊，因为他们2个儿子都过世了。当一对老夫妻看着自己2个儿子都离开这个世界，当然最后的寄托也是在
2个孙子的身上。2个孩子算在家里算好动，当他们皮或是不乖的时候，当然也会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原则上这2个孩子是不会听阿嬷的话。其实有一阵子是很头痛的。来啦，我用一个啦。小郑他非常的安静，他很少说什么，他都不说话。那因为小郑先进来陪读班了，那小易也跟着礼拜6也会来教会。那小易就是非常的活泼。这个是豆，这个是毛毛虫，这是蚕宝宝。要给你介绍的哦。然后他骑脚踏车跑到教会找我，就现在写电话在这边就可以打到我。阿妈会等你啊。袂像就讲迄落吼，咱是讲咱的文明真歹啦。当时讲2个人在讲看这2个囡仔，阮绍兴是较来先转去啦。即马就讲，阮2个老的就顾这2个孙哦，就迄落毋知影老的也遐紧就转去啊。就剩我先着蛮老目屎。我若烦恼讲，我若目睭乌去，转去吼，这2个孙怎要顾着看，阮的祖囝会转啊迄落去啦。觉得这2个孩子是非常聪明，因为他们有办法想很多很奇怪的点子，然后他们的想法创意是让你觉得看见孩子无限的希望。让本子放好，手要怎么样？OK， 我们一起来念。书改变我自己不会觉得。好像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对阿嬷来讲，那个改变是很大的。当孩子生病了，是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当孩子要吃药，以前阿嬷没有办法压他们吃药，现在变成我们压着孩子吃药。2个孩子当然一样还是很顽皮啊，在学校就会广播啊，因为他们会破坏公物啊。但是至少，对于阿嬷来讲，只要告诉2个孩子说，你们如果做了什么事情，你要告诉牧师，他们就比较收敛一点。我一开始来到这边只是很单纯的，我是要来这边工作，只是因为慢慢的被牧师影响，慢慢的看到这边孩子们的需要，我突然觉得我很想要给他们要的，我觉得我可以陪伴他们的，我就尽量陪伴他们，对。
到很多家庭的无奈跟需要。我不敢说我重不重要，但是我反而觉得这边有一间教会真的很好。当然嘛爱保持身材，无你哪会爱玩？你都爱玩哦，真的哦，真的哦。爱这种东西很难说，不是说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就可以感受得到。但对他们最大的期待，就只是希望说，在我们陪伴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感受到有爱的存在。然后，当他们发生事情，或是未来真的是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还曾经会想到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些人曾经这么的爱他们。你们走太快了。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甚至我们这个学校有这个陪读班，我觉得真的很棒。我喜欢来陪读班，因为牧师都会带我们出去。一首是回家，一首是赐福于你。我
出来的举手，所以我们没有特别练习，我们也没有特殊的训练，只有一个法则：每一次在孩子的敬拜当中，放那个赞美之泉儿童敬拜，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你们只要大大张口，上帝就大大充满。所以孩子的声音就是这样被训练。在我们当中，有8个孩子有新的新住民，有7个新住民啊，这个比例很高。但是上帝透过孩子会提醒我们，要回转，要单纯回转，像小孩一样。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没有义卖品，因为我弄不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只有卖什么？只有卖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事，跟你们分享。很多人问我，做事工要钱，钱从哪里来？我们就只能祷告，流眼泪求上帝，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包括建堂也不是我要建的，上帝说要盖的，我说钱从哪里来？上帝说你就祷告跪着求我吧。到现在还是经历很多的困难。前几天我先生黄牧师跟我说，你不是说做上帝的工不会缺钱吗？你就祷告，跪下来祈求主。这每一次的困难，在关一关难过里面，都经历到上帝很大的恩典。愿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许多的帮助跟建造，依靠主得胜。我们再一次感谢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真好。主，虽然我们常常受到许多的攻击、患难，甚至失意的事情很多，但是主，你对我们真好，因为你非常爱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看到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主，你真好。主，愿我们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不断的见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可以夸口说，主，你真好，你真爱我们，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的困难，面对一切的黑暗。当我们知道我们被招多的使命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相信你自己对我们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要不断的让人知道你对我们真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因为爱主你的缘故，多爱身边的人一点，多帮助人一点，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不断的行出主你的爱。在每一个需要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是跪下来祷告，不断的恳求你。主，我们相信我们要成为你的见证人，无论到哪里去，我们要见证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也要请我们的执事来预备来收奉献。如果我们手上没有奉献袋的，请我们举一下手，我们的执事会把奉献袋拿到我们的手中。每个人生命当中经历神，就是神一个很恩典的一个记号。邱牧师他能够去在教会当中进入到教会，教会成为他恩典的记号。每个培读班的孩子也透过教会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恩典的记号。神给每个人都有特别的恩典，神给每一个他的百姓都有神他的独特的一个心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要来成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也请我们的执事来预备来收奉献。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能手吹到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
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在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春天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来，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这恩典的记号已经在我们当中，因为主，我们每一位都是神你的儿女。主，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宣牧师他们的教会，还有这群孩子，也都是主你的儿女。主，他们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主，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主你就丰丰富富的供应给他们。主啊，赏赐那30倍、60倍、100倍，甚至是更多，在他们教会的当中。主，他们一切的侍奉、一切的需要，主你就满足于他们。主，我们要看见我们右昌教会，也要看见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记号，也在我们教会开始来展开。主，这是你的祝福，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向你来求，主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发生。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立，祝福差遣。
导，请邱牧师。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愿我们常常在你里面，你也常常在我们里面。愿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可以荣耀你。愿我们所行之事都可以不断见证你的存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